兄弟姊妹平安，咱即时来开嘴大声阿乐上帝。哎，都没什么人帮忙唱的。唱一下。
兄弟平安。伫礼拜开始进前，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阮生命的石盘，是阮坚固的瓦壳。阮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真心诚意敬拜阿罗你。你的话语是阮脚前的灯，是阮路上的光。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住伫你的圣殿内。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天界大仁者的正经理啊，就将上主应有的荣光宽仁归乎伊，就归乎伊；就将上主的名应有的荣光归乎伊，存圣洁的心敬拜上主。请咱来敬诗阿罗上帝，圣诗254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请大家起立来敬全首。Thank you.
请坐。请咱同心来祈祷。主爱的天父，愿学罗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全能上帝。你的荣耀悬过天，你的智慧袂当测量。感谢你伫每一刻甲阮同在，带领阮行伫正义的道路上。你的疼是阮生命中上美好的礼物。这时，阮自持伫你的面前，彼此同心来学罗你的名。阮满心感谢你，伫即礼拜赐予阮丰富的祝福甲怜悯。感谢你每一天的供应，阮知一切美好拢是对你来的。阮要伫你的面前谦卑阮家己，承认阮捌犯下的罪过，以及思想、言语甲行为中的过失。愿你赐下信心，互阮看起家己的不足，向你来悔改。阮承认家己的犯罪，远远离开你的旨意。求你来怜悯阮，赦免阮的过犯，并且赐予阮气力甲智慧。望你的疼甲饶恕会当充满阮的生命。愿阮伫悔改中经历你奇妙的改变，成做你荣耀的器皿。阮的祈祷无完全，即时阮要因主基督耶稣所教示的祈祷文，谦卑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实，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在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传阮离离去，就救阮脱离迄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咱继续来启应文第61篇，就是以弗所书第2章。恁遮会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伊就促进咱的和平。伊用家己的身躯疼火，甲因隔开的墙。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例。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通过基督，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是甲上帝子民平平做国民，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嘅地基顶。为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咱恭敬来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1节
到第9节。我是保罗，奉上帝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我甲兄弟提摩太写批予恁，予伫哥林多上帝教会甲全亚该亚省所有的信徒，愿咱的爸上帝甲主耶稣基督赐恁恩典甲平安。着称赞咱的主基督耶稣基督的爸上帝，伊是慈悲的爸，赐逐项安慰的上帝。伫咱一切患难中，伊安慰咱，互咱会当因上帝赐咱的安慰去安慰遐个得到逐款患难的人。因为基督为着咱受真侪苦难，咱嘛通过基督受遐尼侪安慰。我若拄着患难，是要互恁得到安慰甲拯救；我若得到安慰，嘛是要互恁得到安慰，有气力甲通忍受甲阮所忍受共款的苦难。我对恁的愿望袂犹动。因为阮知，恁甲阮同受苦，恁嘛会甲阮同受安慰。兄弟姊妹，我爱恁知，阮伫亚细亚省所拄着的患难，阮所担的重担非常重，重甲担袂起，直到强要活袂落去。阮家己感觉有受判死刑。安尼是要互阮无搁倚靠家己，只有倚靠互世人救我的上帝。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搁才安尼去行的人。赞美只是要请圣歌队来学乐上帝，因今仔日要吟的诗歌是凡劳苦当重担的人，主耶稣讲：恁凡若有着磨，搁担重担的人来就讲我，我要互恁安息。我爸我的单车煞来学我，因为我心肝温柔谦顺，要使恁心神得到安息。来就讲我。恁凡若有着磨，搁担重担的人，我要互恁安息。我的担车是快，我的担也是轻，我的担也是轻。
感谢信歌队用水的歌声传阮来敬拜上帝，愿一切荣光归乎咱的爸上帝。这是要请本堂的牧师来传讲上帝的信息。伊今仔日要分享的题目是慷慨施恩的主。各位平安。后礼拜这个时阵吼，就是过年啦吼，所以这是过年前咱过年前的一个主日所以伫这个所在来先恭祝咱大家新年快乐。咱三甲来祈祷，做一年安尼过，上帝啊，你享受互阮的恩典非常的大。虽然我每一个人所领受的方面恩典无共款，但是拢是你的恩典。主，阮伫这个所在敬拜，这嘛是出于你真大一个恩典。上天的恩典享受互阮，比平伫地上的还佫较丰富，还佫较久长，到伫永远。上帝啊，阮伫遮佮三甲来敬拜你，阮求你透过今日的信息，佮来帮助阮，会当明白上帝你的听，你的恩典。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恩典是上帝听本性的一个流露，所以上帝真欢喜施恩，互伊所创造的人。所以诗篇迄个所在讲到，遍地拢充满上帝的慈爱。当上帝要创造人以前，就是全地中间备办一切这丰盛。所以咱无论徛起伫啥物所在，挖山食山挖海食海。所以咧，遍地拢有上帝的慈爱。伫沙漠地的时阵，嘛有沙漠地中间，你会当来生存、生活的一个上帝备办的赏赐。上帝嘛真欢喜施恩，互伊所拣选的百姓。所以伫创世纪迄个所在，记载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阵，伊就像是应允要亚伯拉罕成做一个真尊贵的人，然后赐予伊富足甲兴旺。圣经就记载讲。亚伯拉罕的金银甲精星真多，伊是各样的人，所以伊的财产差不多伫伊的这羊群的中间，羊群、牛群非常的多。上帝赐福互以撒，所以圣经记载讲，伊就非常丰盛，日日长大，然后真做大富的人。所以，当上帝若要施恩的时阵，要享受的时阵，伊会当享受互人安尼真大的一个富足。申命记16章讲到，伫上帝所拣选的所在，你着要上帝，耶和华你的上帝，守节七日。然后，上帝要伫你所一切所修成的，你手所做一切事，赐福互你非常的欢喜。我相信啊，如果上帝真正赐予咱真大丰盛，修成真好，是当然这收入真多，佮逐项代志拢顺利行通，我想你一定真快乐安尼吼。所以这个所在讲到上帝赏赐会当互咱丰盛、丰富、顺利行通，然后咱就真欢喜。上帝赏赐互人财富的时阵，上界大毋是财富本身啦，财富以外。这个财富本身无加添挂入忧愁压力，会当真欢喜来享受这个财富安尼吼。那所以伫这中间的时阵，上帝其实赏赐互咱的是非常的丰富，真正是欢喜的事。不过有时咱感觉有一种的观念，甚至有人讲到，你来看上帝赏赐亚伯拉罕、赏赐以撒、赏赐雅各，拢是真好个啊。所以呢，上帝对伊拣选的人，拢真愿意赐福。你来看，像亚伯拉罕同款，有时咱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讲，咱将这种亚伯拉罕发生的代志，上帝赏赐互特别赏赐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代志，成做这种的常态。亲像安尼时，咱拢会当亲像得到亚伯拉罕因所得到遐富无的物件。不过圣经有一个原则，咱来读圣经的时阵，必须要去分别一个物件。这个物件就是讲，记载伫这项事，伫这个人身上
是上帝特别的一个作为，也是有特别的一个目的，描写一种的事实，也是一种的应允，安尼吼。这个应允是互阿比拉罕的，也是互所有每一个人，咱做一个分别吼。所以呢，伫这中间，咱必须要去了解，就是讲有时阵看新约圣经的时阵，咱袂当经一个咱所爱的一个经节，然后交做一个普遍的应允，大家拢会当伫到安尼。这就是有当时啊成功神学会拄到一个问题。但是你若读圣经的时候，发觉有真侪上帝百姓有信心的人，伊遭受的、伊所领受的，都无一定是安尼，安尼。所以有时阵，咱会互一种世界的价值观念来影响咱。比如讲，伫教会内面，看到某一个兄弟姊妹，哇，这个兄弟姊妹有够听主的。你来看，就是因为安尼听主，所以呢，上帝安尼赐福囡仔，考到真好学校，有真好成就，所以咱若学习这个兄弟，遐尼听主，上帝也安尼来祝福咱的囡仔，无拄拄是安尼。所以普遍的原则，甲上帝恩典，有时咱会互这种世界价值观念来影响咱每一个人。那亲像咱若拥有世间人所认定的迄种成就，才算是稳定。大家拄啊考试，可能咱感觉上帝上界大的祝福，就是考到上界好学校、上界理想的科系，然后后摆上有前途的，趁钱上越济。你若考到较中下的，你感觉若考安尼，上帝一点仔拢无祝福。你若考到一寡较两门的科系，这后摆咱读无啥钱，薪水无济，上帝也无啥祝福。所以呢，有真侪受到世界价值观念来评论，到底上帝是毋是施恩予我，也用安尼来评估上帝对我的恩典是毋是有够呀，够不遐慷慨。今日咱读哥林多前书第1章的时候，你发觉有这种的情形，这种情形就是哥林多教会嘛是真大的患难内面。拄到真大的困苦，拄到真大的压迫，这是初代教会因所拄到这个事。所以因拢是因为信主的关系，因陷入真大的困苦灾难内面安尼。所以比平，如果你若是要用阿伯拉罕的祝福套用伫这教会内面，迄种丰盛的时候，发现，因为信主的关系，受到因原来的犹太同胞来排斥。可能因受到因当时遐个人，因为你信主无敬拜因当时遐个偶像，所以来排斥。因为安尼，你陷入真大、较大的困难内面。所以上帝互咱的恩典，就袂当用世界的观念来做一种的评估来定义，来评论上帝慷慨。过去我早期嘛是有这个情形，我感觉上帝若疼的时阵，是最好是上界好学校，但是我无考到上界好学校，私立学校。私立学校内面佫是较两门科系，所以伫迄中间就感觉讲，哪咧什么建筑系啦，什么理工的啦，经济系，就感觉讲，因遐厉害安尼。阮读这两门科系的足歹势安尼，讲起的时阵拢小可安尼，足一种很卑微的感觉为什么？因为过去迄种评估就是。好学校、好的科系，就是佫较有一种成就的未来。我虽然是无真简单考到当时歹过的学校，可是呢，若去到台北的时阵，要去台大找人的时阵拢歹势入去。进到台大拢是安学霸型的，每个人都超神一般的竟然考到台大，就感觉讲要进入到台大内面做有自卑感的，就感觉。为什么这种情形？世界的价值观念。评估的形式来评估咱家己。顺便，阮最近常常甲真侪过去的同学常常做伙，而且同学因真早期时都拢非常有真成就。咱较装下起来时，有当时拢敢若较无，咱咧戆安尼吼。什么同学咱无厉害，共款遐有成就读册遐尼好做教授啥物货。后来到伫现在，当我搁三角做伙时，拢是伫真大一个感恩的中间，因为上帝带人所行的路无共款。
所经过路中间人生的路站拢无共款，所以现在搁来评估过去一生的成就的时阵，拢充满感恩，因为上帝带领人所行的路，拢有上帝伫一条路中间特别稳定，所以安尼真欢喜做伙，真欢喜就讲到过去，真欢喜祝福伊真大成就，我安尼嘛是真好，拢伫稳定中间来过，所以慢慢较会对搁较快方面来去评估上帝稳定，充满感恩。咱要来看哥林多前书第8章。哥林多第8章第1节，这个所在嘛是讲到上帝和马其顿的恩惠。上帝是慷慨施乐恩惠的上帝，所以咱要对第8章来讲起，安尼伊互马其顿的信徒什么种恩惠？第8章第1节讲，兄弟姊妹，我爱恁知上帝赐予马其顿正教会的恩惠，因有对患难经历真济考验，还佫充满欢喜。伊的恩惠原来就是患难，但是伫患难中间，伊讲因有欢喜。有真济人了受世间真济代志，但是压力啦真济忧愁挂虑。所以，上帝赐予人的真大福气，就是虽然有财富，但是无挂虑。但是咱现在伫社会中间所拄着，伊若要得到财富的时阵，拢是财富险中求，真大压力。啥物人当安尼好食好困？其实这是上帝真大一个问题。所以，伊赐予马其顿这个教会真大恩惠，因伫患难中有喜乐。患难哪有真大恩惠呢？真济考验，患难的考验，但是有恩惠，因为喜乐。第二，上帝怎样赐福马其顿教会？讲因虽然善切，那善切那是伫咱所想象的上帝遐慷慨施恩呢？照世界标准来讲，应该是有到真大富财富啊。但是上帝讲，伊互马其顿教会善切，但是呢，相对来讲，因非常慷慨捐献，对安尼证明，上帝予的恩惠非常的大。然后第3节，我会当甲恁证明，因已经尽因所会当的能力奉献，甚至超过因的气力。因热切求愿，互因有参加救济犹太信徒奉献的光荣。因安尼来做，毋但是超过阮的期待，甚至尊探上帝的旨意，大声将家己奉献予主，然后交托阮。所以，阮肯提到继续协助恁来完成因所开始这项慈善的工作。到第8节，我安尼讲，毋是得命令，是爱恁知别人热心得帮助人，来考验恁的疼心是毋是真。然后伊续接讲，恁知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伊虽然富足，毋过为着恁诚做善切，是要互恁因为伊的善切诚做富足。姊妹伫这个所在，上帝恩典、上帝富足，甲丧凶有时是相提并论。三人做伙来讲，富足毋是咱一直拥有偌济物件，而是咱是拥有上帝互咱的物件来做真好这安排。所以这个所在讲到上帝慷慨，伊怎样来显明伊的慷慨？咱是对丰富、极其丰富，到伫极其颂扬，这是慷慨。所以圣经内面讲，伊为着咱所有的罪人，对全天的宝座，真侪人的优势来到上界卑微的马座内面，然后甚至连伊的性命都为着咱来丧失。对世界观念来讲，
对世界的观点，咱主要所基础，伊的出身是非常的崇向、偏向拿撒勒，连这个所在都做偏向安尼。然后伊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伊所工作只不过是为着维持伊的生活，伊是一个木匠。目匠是伊基本的生活的方式，毋是外跟高尚的一个工作。伊也无受过真好的这正统的教育，这是咱主要所祈祷。因为着咱正做崇向，但是伊是表明上帝的慷慨。然后伊讲到一项，要互咱遮个原来崇向的人正做富足。但这个富足，毋是讲我现在信主耶稣基督了，我会当救上帝享受我非常世间人所求待这物件。伫基督的外面，那是崇向，这个崇向那是表明咱生活中间的挣扎、咱的压力、咱的惊吓，咱无法去料想的灾难临到伫咱身上。咱的崇向是因为咱无法掌管咱的性命一切。有时咱得到非常的多，但是有可能伫咱完全无法度料想中间，咱失了一切。有可能咱拥有真侪物件，但是咱这个财富袂当买到其他咱所爱的物件，买到真好的困眠，买到真美满的家庭，买到真好的这个亲子的关系，啊，买到你的平安，啊，买到你的无压力的。人的丰富智慧计划，常常拢陷入真大一个困难内面。啊，所以亲像传道书内面所讲，你的富足到尾啊，拢真做空啊，真做空气啊。所以咱其实本质、性命本质，拢是非常崇向。但是从主耶稣基督来说，伊讲要互咱崇向的性命得到丰盛，这种丰盛毋是亲像世间的标准，迄种丰盛。主耶稣基督讲到一个天国的比喻，伊讲一个崇向的佃农做事的人啊，去耕作啊，这个地毋是伊的，啊，若毋是伊伫遐耕作，表示伊是佃农，只不过会当啊得到真少遮的收成来维持伊的性命生活。伊非常劳苦，非常困苦，伊甚至无法度供应厝内底伊遮需要，可能只有基本上的满足会当活落去安尼。这是讲到人的整个性命本质。崇向，然后有一天伊获到宝藏，伊就真欢喜，走转告诉讲啊，因为有这个宝藏，我艰苦日子已经过去，因为这个宝藏会当解决我一切的困苦，安尼我的生活改变。那这个比如，咱是讲到咱拢是崇向的人，咱的性命本质是崇向，拢是因为得到天国的宝藏，咱的生活改变，咱的人生变得非常丰富。这就讲到一项。这种丰盛，甲世间的丰盛是完全无同款的。所以，保罗伫哥林多教会这个所在，讲到马其顿教会的慷慨，伊称赞马其顿教会伊的奉献。马其顿教会是真大的试炼、困苦的生活中间，然后因愿意来奉献。第一是患难的内面。第二是非常崇向的教会，但是保罗讲到，因是领受上帝真大恩惠的人。这个恩惠，乃是因伫信仰上的富足。第二个方面，乃是讲到，因是尊盼上帝旨意的人。雅各书第二章讲到，遐姊妹，恁着听，上帝竟无拣选世上丧向的人，互因伫信仰富足，而且互因会当继承上帝的国。因是伫信仰富足的人，所以咱若是讲到富足的时阵，毋是你拥有啥偌济物件，毋是拥有你偌济财富。扫伫网络中间，你所有当看到评估一切富足，拢是讲到你偌济这财富。伫这中间，咱台湾算袂歹，因为伫全世界中间，咱排做15名的富足的国家。
个人所得排第4啊第5，哇，真好个！你有感觉你富足无？感觉无一定，富足敢是别人的，但是相对来讲，咱是比平也搁较好。但是拢袂感觉讲，咱有迄个富足会带来迄个欢喜。虽然是安尼富足，但是呢，伫圣经内面讲到，真正富足有2方面，一方面是咱信仰上的富足啊，因为咱有主耶稣基督富足，而且咱要继承国度。这是马其顿教会因慷慨奉献的一个原因。第二，若要富足的时阵，就要伫好事的中间富足。提摩太前书第6章讲到，你就要吩咐遐金世富足的人，毋通安尼真骄傲，嘛毋通倚靠无定着的这个钱财，因为这钱财来来去去。你就要倚靠迄个享受咱百种恩典，互咱享受的上帝。然后，有这一句讲：凡福因行好，伫好事富足啊，伫好所行中间来富足，伫好所行来富足，甘心互人乐意来供应别人，为着咱积足美好的根基，备办将来会当有真正的使命。信仰的富足，伫好事行好富足，这就是马其顿的教会上帝给予真大一个恩典。恩惠，因为因是对上帝有敬畏，然后愿意超过加遵探上帝的旨意，愿意伫听中间来分享的教会。所以，为什么马其顿的教会会当安尼？第一项，因为信靠的心。这个所在描写讲吼，原来非常，你是安尼非常颂香，佫较尽力足大的气力来奉献，甚至保罗讲，好啦好啦，你毋免啦吼，你着归去安尼，你着生活安尼遐艰苦，然后安尼遐颂香，也免真好个。我想吼，恁着互因一寡啦吼，表示心就好啦吼，安尼嘛若无嘛无要紧啦吼，安尼。然后这是马其顿特别拜托哦，互阮会当尽力来帮助吼，迄个耶路撒冷迄阵的饥荒才会教会，互阮伫这疼心的表现中间吼，来尽阮的本分。有时咱感觉讲 cost down 吼安尼面筋都接无水啊，佮安怎样嘛会当转好一寡水出来，迄个感觉。所以，伫马其顿教会差不多这情形，已经本身非常颂香，然后我佮尽我的气力，佮超过我的气力，佮拜托保罗会当接受因的奉献，这个爱偌大疼心甲我多最后所记得讲，这奉献通常拢是对有剩的中间摕一寡钱来奉献。但是你来看这个寡妇，伊是将伊有的2000银来奉献，伊奉献比别人更较侪。这就是马其顿教会伊所表现，伊个家己本身非常颂扬，但是佮奉献，尽伊的气力来奉献，超过伊的气力来奉献。我会记我较早伫台北牧会时阵吼，迄阵囡仔佮读高中，准备大学。有一个兄弟就真好，伊来甲我讲，这个兄弟呢是伫某一个公司做经理吼，安尼，还是算安尼有一寡阶级。伊囡仔教伊囡仔差不多8岁。所以阮就常常来做伙，讲伊囡仔代志。伊头来讲一项无错我感觉吼，我逐礼拜看到你就无安尼奉献吼，拢足多呢，安尼吼，拢比我较济呢。我是甲你建议啦吼，你即摆囡仔搁爱读册，搁爱补习拢爱费用吼安尼。我照你安尼薪水吼，可能无够吼安尼。我第一建议吼，无你着遮用脑村你较来奉献。用脑村较来奉献，我听了笑吼，我是牧师吼，1/10这是基本上的吼，无不管困难无困难，1/10奉献伫迄个所在嘛是一个见证吼安尼，这嘛就是信心嘛吼。所以，这是一个好意，但是咱偌侪人是安尼，差不多算了后，薪水领了了，才付，然后我要去佚佗，要去餐厅，要去安那，厝内底拢自己，用剩的，佫有安尼啦吼，要起遮来奉献，拢是奉献有剩的，拢计算咱的需要，优先计算咱的需要了后，再来用奉献有剩的物件。
但圣经内面讲到，如果咱若要奉献偷水的果子收成，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因为你现在手里摕到是出手的果子，第一笔，然后当你奉献出去的时阵，你毋知后壁收成到底好啊歹。所以咱敢袂当做这样代志，也是大部分拢会当即期若收回来吼。所有的这收成拢差不多入来7仓吼安尼，咱较计算咱总收入偌济，甲抽一寡出来奉献，敢是安尼？但是出手的果子毋是安尼，出手的果子咱像我头水的收刮了了，我就输出去，若后摆落雨风台无收成要怎样？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慷慨的奉献，咱是相信上帝会补满我奉献了后这种的空缺，互我袂有欠缺。所以我奉献我现在伫手里仅有的，这是这种信心的表现。咱也无需要等待景气若较好，收入若较好的时阵，薪水若较增加，咱生活无挂虑了后，再来为着事工奉献，这毋是信心，这不过是将有诶抽出一寡来奉献。但是真正的信心，就是亲像马其顿教会同款，伫患难中间，毋知将来怎样，我奉献。我非常困苦，可能我认为我后接续这个生活的供应无一定有够，我奉献。这是马其顿的教会。第二，有这种慷慨的心，那是因为一个怜悯。那是因为怜悯的心，就是亲像保罗写予哥林多教会提起马其顿的教会，因为伊出伫疼，佮去遵探上帝的旨意，所以因奉献超过因的亏难。有人解说这怜悯，怜悯是一种会当对方的角度来看人生的亏难，伊会当去体会别人伊的感受，会当认同别人的需要。别人在困苦中，就哪像我咧困苦；别人的需要，哪是我家己的需要。所以我就愿意满足伊的需要，哪像满足我家己的需要同款。上帝对咱有真大一个慷慨，所以伊怜悯咱、疼咱，知影咱伫患难的中间，咱伫沉沦的中间，所以这个疼，催逼伊愿意放弃伊天庭的庇护，来到地上，诚做送向的人认同咱。甚至为了咱担罪死伫十字架顶，这是因为疼完全认同咱本身的罪带来结果，替咱来承担。利未记25章讲到4年，伊才有一个规定，所有的人拢爱慷慨互人。这个慷慨互人包含你讨绑别人的捆绑，互伊得到自由。所以有可能因为一寡原因，伊诚做人的奴隶。伫迄时阵，你的慷慨那是现在你会当得到自由，将迄个自由分享给别人。律法中间规定，每一个户的家庭，无论伊的经济怎样，每3年1/10拢爱收入起来，去帮助伫困苦中间的人。这中间袂去讲到你的收入较济，所以你免。每一个人拢为照所得的1/10，有较富的人1/10出来，困苦的人伊嘛是10%出来。就是讲，每一个人拢伫伊所领受的这个上帝予伊的财富中间，拢有会当互人的物件，拢有会当分享的物件。所以，这种的原因，伫咱信上的同款的时阵，有可能咱可能比评，比无同款的收入阶级。比如无共款富的阶级，但是每一个人拢对着上帝律法规定，咱拢有物件通奉献的人。教会有一个姊妹吼，咱教会有一个姊妹，伊的爸爸是牧师吼，毋是阮兜啊吼。伊讲我这么大汉啊吼，但是我若想回想伫阮爸爸过去的时阵，有当时对阮爸爸有一寡小小怨言，我是安怎？你知阮爸爸吼啦，到过年过节人拢会送伊物件。我若看这物件，有够欢喜啊吼！这物件做好食，想要来食，爸爸拢送互别人。
你今嘛收到礼物的时阵吼，就是这个礼物啥物人有需要好这样这收到礼物这咱回复啥物人可能有需要送互伊，所以礼物就送掉去。当然我听着我就想到爱笑爸爸有够好，才听上帝，会当灵动回应的需要。上帝的说，当然我想可能一寡有留落来吼，安尼，伊只不过说，我都爱迄个物件，就食袂着，送互别人去安尼吼。伊袂想讲，你爱着食啥物，你家己拣好了，拣出我开始送互别人，毋是啦吼，那么受到别人的需要。教会内面有比牧师搁较困苦的人，就分享安尼，非常感动。分享，慷慨的心，怜悯，听。这是咱所想的慷慨奉献，真侪这名词。怜悯会当互咱真敏感去看到咱周围人的需要。但是这个所在有一句话，人来讲，怜悯的心，得爱加济米结连。所以圣经内面讲到平安平安平安去，你凡说平安，结果敢若空嘴布置安尼吼。所以你的疼心都要有实际行动啊！你的信心都要有实际行动啊！所以伊讲怜悯的心，毋就是心内说有够可怜的吼，我怜悯伊。真正怜悯一定甲济米有一个结连。济米要出去的时候，有一个慷慨心，然后有一个慷慨心，结连是这个怜悯产生慷慨的心，慷慨心。然后有一个实际献祭的行动，对上帝有所奉献，而且会当有自身的工作，喜乐和需要人。圣灵恩典是恩典接受恩典，恩典接受恩典，意思就是讲有我搁加添啦，安尼吼。无论恩是多少，永远比恩大，永远是恩大于这个恩典。所以这是上帝互咱真大的恩典，上帝我需要这个恩典，我给互你。上帝我只需要这个恩典，搁给互你，恩上加恩，恩典接受恩典。但是咱有一个错误，就是讲既然是恩典恩上加恩，所以咱就对上帝无恭敬的要求啦。通常呢，既然是恩典的时代，上帝你就要互我较济恩典安尼吼，互我会当领受愈济，有还搁有剩当然是安尼咱对上帝求讨拢是无迄个止境。但是，圣经内面讲到恩典的原则，互什么人较多，特别对什么人要求较多。恩典的原则乃是讲到，因为咱体会上帝对咱慷慨，所以咱就愿意用慷慨心来回报上帝的恩典。所以伫这个所在，咱就讲到，你白白得来就要白白互人啊。你怎样对上帝白白领受恩典，你嘛就爱安尼白白安尼对你亲像出去。上帝要用较大的气力、较大的能量，加添互遐知影感恩而且奉献的人。死海原则啊，只有你无出，然后死海伫咧所在，无法度孕育生命，无法度产生更较丰富的这个生物。有一段话，我真爱看。伊讲慷慨互人的心，会当互上帝欢喜，因为咱慷慨的心，甲上帝会听表面的慷慨互相回应。会当互人真正受感动的，就是咱真心无私的慷慨；会当互咱得到上帝祝福的，也是咱慷慨的心。因为慷慨心，那是表达对上帝慷慨的一个感恩。你敢是一个慷慨的人？但对上帝其他要求，上帝慷慨十分互咱。如果你若已经体会上帝的慷慨，那一定有一种的反应，用咱的慷慨回应上帝慷慨，这是圣经内面所讲到富足的人，这是上帝所讲到马其顿的教会，患难中间
喜乐，结基送向中间，有缘甘心奉献。咱的上帝伫天顶的宝座，为着咱有罪人放杀天顶的烟花、极其的烟花来到世上，这是天的表现。啊，对这个所在来表达伊慷慨施恩，甚至将伊的性命为着咱来放杀。安尼，咱让伫信仰上富足，咱会伫好事中间来富足，避免咱会当领受天理内面的国度。咱三甲来祈祷。主，阮对你的敬拜，开阮的心，互阮知，上帝啊，我会当领受信仰的富足，领受好事的富足。阮认真欣赏马其顿的教会信徒，伊安尼尊叹上帝你的旨意，上帝你安尼施恩予伊，互阮会当超过这个世界价值观念，对永远的国度来看见上帝你怎样施恩予阮。你若讲到，我若袂当听所看会到的兄弟，就无多听所看袂到的上帝。安尼伫阮的行做中间，阮对你所领受的恩赐、快乐，甚至这的财富，拢真做阮会当慷慨享受的一个快乐。主，因为这是对你领受也白白安尼甲人分享。恳求你感动我每一个人心，就亲像你感动马其顿教会因所付出的慷慨。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回应的诗，圣诗278首，信道主治主圣殿，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请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起立。这是请咱三角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你的丰富，伫阮生命中，无论是伫家庭、健康，也是伫工作中，拢有主你的保守。这是咱奉献，咱的金钱，咱的财情，为主所使用。愿主来接纳，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即时来报告。文静长老敢有要来遮报告？现在大家平安。连面要农历年啊吼，顺遂，新年恭喜。迄个祈求上帝帮咱保守，无论伫出外出国，还是伫台湾旅游的，拢真正平安顺利。伫咧受迄个风寒感冒的人，会当紧紧好起来。我看咱圣歌队有几位队员，敢若嘛拢有发出迄个信息，讲有困，身体有各样吼，希望上帝医治吼。好来，咱即摆周报内底第一，咱新春清谢礼拜，要注意听哦。新春清谢礼拜是2月初10是拜六吼，拜六吼，迄是长老教会的新春清谢礼拜，就是伫农历年的初1，大家来做一个礼拜，对上帝一年中间的感谢吼。这个是拜六。过顶工念做伙哦吼，唔好我昨个有去啊，今仔日唔免来吼。过顶工2月11，共款爱来哦，共款爱来。除非你是要转去故乡过年的哦，你若伫新竹的，望你拢会当来。你的厝内人若为外地转来新竹的，拢来带来吼，拢来带来安尼哦。这是一个讲做南部有一寡教会拢会讲。
用公园的名叫公园桥啦，吼，桥是侨胞迄个侨啦，吼，公园桥转来安尼，拢来带来安尼，吼。所以2月初10、2月11 2天哦，煞接下礼拜哦，拢是10点哦，拢是10点哦，好。第2点是主日的校长林金熙长老甲燕平执事甲伊的查某囝，因3人受教会迄个车派去日本北海道的爱灵教会来观摩美美具的迄个演习希望咱大家为因伫遐的条文来替因祈祷，愿上帝保守因即个学习的旅行的旅途拢平安，拢平安。新闻讲吼，东京2月初6有可能有大风雪啦，大雪啦。讲提醒讲，迄个车帮可能会慢去，会慢去。北海道佫较北平，恐惊佫较严重的落雪啦，希望因伫遐拢平安，第3点，咱小会有决议要聘请赖尚明牧师做咱教会教育牧师，有定伫7月复任，7月复任。赖牧师伊即摆是德东信望爱教会牧师，嘛是总会客家宣教委员会主委啦，伊的家庭是牧师娘是林书家，查某囝是赖基温，国校3年级安尼，希望咱为着即个事就任啦，搬煞即个事拢会当伫上帝带领保守中拢顺利。好，以上的报告，平安。迄个去参加美必谷爱林教会的观摩吼，还有一个有有报名，就是咱的张敦雅神学生，安尼。张敦雅神学生因是因教会来补助，个伊的未婚夫来补助，安尼。好因为伊毕业论文就是要写迄个美必谷关系的论文啦，所以伊特别去到爱林迄个所在吼。即摆爱林遮是啥毕业学弟北海道，即摆是已经买着一间学校理学院，用偌济钱买个？买间理学院用偌济钱呢？5000万日币，安尼。差不多咱要一个厝，咱要迁学校，上帝有真大一个问题。不过阮较早去的时候，去到遐，若要出门，差不多门拢去互迄雪封起来，冰天雪地北海道所在吼。第二就是特别要迄个介绍迄个赖祥明牧师赖祥明牧师。就伫咱周围，甲伊分享中间的事，伊讲伊甲上帝有定要伫遐10年，虽然迄个教会是真足少。然后有请伊来咱这所在来分享迄个课宣，然后伊看见教会发展。有真侪教会要来请伊讲，这是我甲上帝所定的10年，今年拄好10年，拄好上帝安排安尼。然后甲伊分享中间，其实伊所做足侪事工，其实拢甲咱公教会有连线。拢差不多拢共款安尼所以咱遮所做伊也拢做所以伊对这传福音、对教会发展非常有负担所以做的物件讲拢差不多的安尼所以幸福小组，所以赞美操，所以主心之家，所以RPG， 所以在会友的教育的工作。所以这拢是安尼做连线啦安尼，所以特质是甲咱教会做共款安尼所以伫个所在特别感谢伊接受咱的邀请上帝也好安排伊要住的所在拄是咱杨聪明弟兄的厝。杨聪明弟兄最近可能要搬到台北，伊厝空出来所以有甲伊讲好势，可能做伊的厝最舒适的所在，所以上帝拢有真好这安排安尼。好，这是特别咱为着这个祈祷互咱知讲接续有一个牧师甲咱做伙同工2年外的时间安尼希望会当伫咱教会中间有真大的好这个帮助。继续报告
咱第4点，2024年的台湾领袖高峰会吼，咱教会嘛有，今年嘛有来举办吼。那欢迎咱教会兄弟来报名。啊，第5点，咱文道培育组有举办只要真理的造就的课程吼，是礼拜六甲礼拜日下晡4点半，拜六是下晡4点半到6点吼。地点是607的教室，主理是方东丽长老。礼拜时间是上午的10点40到11点40，地点是701的教室，主理是陈新白长老吼。后礼2月10号到11号是暂停上课因为春节假期的原因吼。咱对17号到18号恢复来上课。以上报告。咱即马来吟祝福陈恳的诗，圣诗396首。打尾散会求主赐福，请大家起立。愿咱主耶稣基督恩典，特别上帝听谈圣神所享受的喜乐、丰盛、幸通、平安，甲咱众人三个地带，对他到永世代无尽。阿门。